差别这样。那我们今天就慢慢讨论哈，对啦，呀，哈扎这个其实是分成两个嘛，哈扎。那可是每一种哦，它其实有3种方式哦，我们待会就慢慢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好，我们就开始了哈。哈扎跟哈扎，我今天都用哈扎好了，哈扎，因为我们那边也是习惯用哈扎。那因为这个哈扎这个发音跟啊扎蛮像的哈，不过在意义上不太一样啊，意义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用哈扎这个哈扎。那有的雅群啊，有的部落是哈扎这样，应该是口音的问题啊。好，因为如果哈，其实我以前也会搞混的，也就是年轻的时候跟那个哈扎跟阿扎会搞混，所以会不明白意思哦。好，那这个的话，我们上一周哈，聊什么swali 里达 m 就是就像巴洛所说的，有3个那个音调上的不同哦。那确实是有，所以我们待会我们也从这个音调上去练习。不过这个很好理解哈，因为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只要是哈扎就是又来又是又要那个意思哈。那如果阿扎的话是只有这样子，它的意思哈，只要有哈扎就是又有那个又的意思哈，又要干嘛又来干嘛又那个又哦。那如果是啊，这是只有仅仅啊，only 就对了，only。那它的困难是那个啦，在讲口语讲话的时候那个语气啊，所以这个我们上次一直在挣扎这一点呢。那今天是比较更确定一点了，因为有跟齐老去做确定哦，所以意识上哈，我先说一下，意识上的话，我们后面所讲的这些例子哈，在意识上的话是大概可以分成2个而已，就是因为语气语调的问题哈，所以会分成2种意思，就是第一句跟第二句是一样的，它所表现的意思是一样的，那第三句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意识上的差别只有2种，可是使用上大概会有3种，是腔调3个腔调啦，好，大概是这样子。好，我们来试试看哈，第一个呃，好，我再介绍一下哈。其实我们今天所讲的哈，反而是那个我们阿美族的说话的句型，可能会比较适合、比较适当啊。就说我们今天的课程哦，其实介绍我们的句型哦，所以你看哦，有使用各类动词加上后面有哈扎，然后还有格位标记的，然后又有那个表示地方的那个介系词的一，还有这个伊拉有没有？其实在介绍句子哦，可能比较适合哈。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哈，就是动词，这个就动词句型嘛，咪用咪的哈。那我们今天就好，我们用这个上次有讲到这个单词嘛，词根 inip 喝酒，就是也不是大口喝啦，就是比较小口的 inip。Meinip aja jingratupah, meinip aja jingratupah。好，meinip aja jingratupah。我再念第二句哈，这边有一个这个冒号哈，meinip aja jingratupah。好，我先讲这2句哈，meinip aja jingratupah，meinip aja jingratupah。意思上哈其实是一样的哈。那这个后面这个不是中文翻译哈，你们有拿到 PPT，你们自己注记一下，这个不是中文翻译哦，它的中文翻译是这样的哈，我先把那个哈扎先拿掉哈，每一尼金拉多巴是
他在喝酒嘛，他在沾酒或是说搓酒，米尼金拉杜巴就是他在喝酒，所以加上哈扎的时候，米尼哈扎金拉杜巴就是说他又喝酒，他又在喝酒，就这样子。其实三个这三句意思是一样，中文的话，他又在喝酒。那这个蓝色的字只是为了要让大家知道说，可能就是说可能的情境大概是什么样子这样。所以它不是翻译不是这个句子的翻译是要跟各位讲说那个感觉大概是怎么样子好，那第一个Minib Hadza Jingrado Bah 这边的情境是说，有点像什么？我们从那个最简单的那个刚刚，我们先把那个 Hadza 先去掉，你看Minib Jingrado Bah 这个是直述句Minib 它都只是在描述他在喝酒这件事。那如果加上 Hadza Minib Hadza Jingrado Bah 这个就如同这个字面所讲的本来是很平平的喝酒，加上哈扎的话，它其实好像就是说，不管是外在因素或是个人因素就是说他这又在喝那个酒了，勉强喝感觉好像也感觉像是被灌酒那种感觉加了一个，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比较把那个哈扎去掉。然后你去听一下那个米尼帕扎进拉杜巴，米尼进拉杜巴。那这感觉说你什么时候要加这样子如果感觉他又在喝，那不管是他个人的因素或者是外在强迫的因素我们就可以加这个字米尼帕扎进拉杜巴这样子然后第二句也是一样他又在喝酒米尼帕扎进拉杜巴。这个其实跟上面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只是强调说那个他被勉强这件事被勉强这件事就是被勉强喝酒这件，每你爬着进来都罢，这样子那也就是说就是说更强调他他在喝酒这样子更强调，所以这个字呃。什么时候用，使用的时机都是一样的，使用的时机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你要用哪一个。如果你想要，我这样说比如说你的哥哥在喝酒，对不对？你都我刚才说都罢然后你要打小报告嘛。本来我跟爸爸报告是明天他在进来读吧，明天我哥哥读吧，他又喝酒了，好吧，这样然后你想，如果有那种小心机的你的心机很重，你可能就会用第二个，明天他在进来读吧，就是强调他又喝酒这样子所以这个情形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看你在说话这件事的时候，你要不要去强调它，就这样而已。所以它的差别是在那个哈扎那个地方好，那我先说到这边，我们往下第三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你看他说重音在后这个是我上次有讲的。好，我来念Mi'inib hadza jingradubah Mi'inib hadza jingradubah 这个重音在后是这样这个可能待会像那个给那个那说跟着的意思呃我先把这个说完，我等下再回那个那说好，mi inip hadza jingradubah 重音在后，它其实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看那个句子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分哈扎如果重音在后的话，是强调那个前面那个。你看我的滑鼠第三句的话，mi inip hadza 是强调那个 mi inip
哦，那你强调那个喝这件事哈，那因为这个哈扎是右嘛，所以他好像是一直在重复这样的行为啊，所以我们的处境就是说，他这个是在讲说他的习惯性的一种行为。那这个感觉上好像说酒瘾有没有？有人如果说有那种很经常性、很习惯性的那种行为，喝酒的，那当然可能呢，可能有那个酒瘾之类的哦。每你怕这这个都拜这样的哦。所以跟这个第三句跟第一句、第二句哈，我们这样分哈，一二是一样的。那第三句呢是不一样，它强调的是 m e in it，然后第一句跟第二句这个哈扎这样哈，它主要是强调说他喝酒这样子哈，就是只是在重复是说他又做了这件事而已啊。那第二句是强调而已，就这样子哦。好，大家可以理解吗？哈，没有关系哈，这个我们待会练习哈，就可以知道说到底理不理解哈，还有在那个腔调的使用上，其实这个是最困难的啦。我上次就想一想哈，这个我们这个副词啊，其实在我们主语里面是最困难的。其实还有不光这些哈，像阿美族语的那个腔调啊，在理解上是很困难的。像如果说我们有时候听那些耆老说话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判断哦。以前我还没有在做，我还没有理解这个腔调的表示的意义的时候，其实我听不懂那个耆老他们在说话欸。他的每个字我都听得懂，就像这个 "mini paza jingla do ba" 跟 "mini paza jingla do ba"，我都是我上周有讲到嘛，以前我听不懂，就是听那个词根 "mini do ba" 这样子哦，喝酒。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感觉到底是喝酒错了吗？是怎么样的喝酒？后来是经过归纳、统合、整理之后，哎，就会知道哦，原来他们是这个意思哦，就是说祈祷他们在这样说话的时候，那个腔调所呈现的就是这样子。哦，我再说一次哈，我们后面就记一下这个腔调哈。你看啊，第一句，我先讲没有哈扎的这个句子哈 m e n i p jingla do ba， 好 m e n i p jingla do ba， 他在喝酒。好，如果加上这个哈扎 m e n i p ha za jingla do ba， 没有差别，对不对？只是加了那个哈扎 m e n i p ha za jingla do ba， 他在喝酒，他又在喝酒哦。第二句 m e n i p ha za jingla do ba。many parts 进来读八好，往上扬哦。many parts 进来读八，不用太长哦。像那个我们那个主语不是有很多那个冒号吗？然后那个很多老师会加说会会说把那边拉长哦。其实因为拉长的话，也不知道要拉多长哦。many 啊，这进来读好像这样也不太对哈、哦。其实把那个音调拉高就好了。mini parts 进来读八好，有拉长的感觉哦。啊，他也是又在喝酒，那只是强调说"又"那个字哈，更强调，不管是他的外在因素或内在因素哈，他反正他就是又喝酒了。然后像第三句，重音在后，"mini parts 进来读八 "，"mini parts 进来读八"，所以我们用哈这样子哈。先降下来，然后再拉上去了。mini 哈这进来读吧，这样的话就知道那个重音会在后面哈。好，那这个在强调前面这个 mini 这件事哦，那后面是又嘛哈，所以他又在重复这件事，所以他是习惯性的这种行为哦。好，我这边说的比较久一点哦，后面全部都是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感觉哈，所以我们后面可以讲快一点。好。现在第二个哈，又不同的句型哈，在不同的句型当中去使用这个 h a 好，它也有又的意思了。
然后这边的话就翻成右式哦。好，我们来看哈，前面使用这个格位标记哈，乌鸡扎这样。好，那个用第一句哈，지가자하자고신시노입니다。好，지가자하자고신시노입니다。我们可以这样看听，像刚刚我说的哈，지가자고신시노입니다。我们的老师是嘎造，哦，지가자고신시노입니다。我们的老师是嘎造。加哈扎呢？지가자하자고신시노입니다。我们的老师又是嘎造哈。又是嘎造，我们的老师又是嘎造哦，这个也是一样哎。我们看那个蓝色字哦，这个都是处境哦，不是中文翻译哦。感觉好像是说被迫接受，是啊，在感觉上是有这个，因为你看哦，如果他不是被接受的，不是被强迫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讲哈扎，对不对？我们可以直接讲啊，这个照顾信息努米达。可是这个只是在描述我们的老师是嘎造这件事而已，对不对？那如果加上很炸，它就有一种我的，我有感觉到一种，就是我个人要表现出我的不耐烦，或者是说又是嘎造啊，这个照顾信息那么大，哦，有一点就是被勉强的强迫接受哈。好，那第二句呢，我刚刚有说到哦，跟第一句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它会更强调这件事哈。就是搞造是老师，是我们的老师这个事情哦。好，这个叫哈扎古信息努米达，好，强调我们就要看强调就好了。这个叫哈扎古信息努米达。好，第三句重音在后，这个叫哈扎古信息努米达，这个叫哈扎古信息努米达，这个就强调就一样，我们在理解上一样，就是他强调就是几个招。我的罗马没有别人了，就是几个招哦。其实这个，我这样先说哈，我用我仅有的这个中文的能力去解说了，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但是我的中文能力应该是还可以了，希望有让大家明白到。一二句的话是又这件事哈，又。然后那个第三句哦，这个扎哈扎，它其实强调是这个人哦，就是嘎造了，这个扎哈扎过信息那么大，这样哦。那当然这个又这个哈扎，这个扎哈扎，这个哈扎其实只是感觉好像是补助哦，所以这边的中文的意境就是说确定是嘎造了，不是别人就是嘎造，这个扎哈扎过信息那么大，然后好讲到这边哈，应该不理解的举手。我已经很努力讲了哦，我使用我仅限的那个中文的能力去解说，这样应该都可以明白哈，没有人举手。好，那我们就往下哈，我们这要做一下练习哈。这个我看这有，我就留在这边哈。我们待会练习，我们就我看一下哈，我们反正句子就一种嘛。第一类的话就一个句子哦。第二类就是你看这个是动词句型，咪或妈，中缀的也可以哈。那第二个呢是用格位标记起手的这个句型，哦，使用格位标记开始的句型，很简单的就好了。其实我们重点是说，把这个哈扎这个运用在不同的句型当中。我们现在有两个句型，对不对？动词句型，还有一个是格位标记的句型，这样子。然后其实重点是那个腔调了，我看看我们其他的老师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们来看看待会那个谁，Alex，看看能不能够从这个语气当中去把它区分，让我们区分出来哈。好，
呀，麻烦哎呀，这些呀，信息挂要好是什么？我看今天有谁？我看一下，哎，秀兰姐不在啊。好，那我们请最会的好了，那个，哎，秀兰姐在啊。啊，秀兰姐，你要不要先？不知道对不对哦，你有句子了吗？不晓得对不对我的，我先说一下哈，嗯，我刚刚所解说的哈，是海岸的哦。如果说那个南市或者是说马兰那边有不一样的那个，就没关系，我们就彼此互相理解哈，没有关系。我现在说的是海岸的使用的方式，哦，那也可以练习一下海岸的啦。好，那秀安姐，你有句子吗？哈，你要不要试试看？我没有翻译哦。Media hai hazard，你帮俺按读俺按，取好，这外号，个是第一个字哈。哎你马上给选，Media 命，hai hazard，你帮俺按读俺按，Media hai hazard，你帮俺按读俺按，哎，所以你的就这样子。第三句跟第一句跟蛮像的，第一句，哎对，第，Media 三呢，hai hazard，你帮俺按读俺按，好，就这样。所以秀安姐，你们没有那个哈海岸的嗯那种，像这个你刚刚说米曼这个属讲，，Media 米 hai，Media 米 hai。利亚海哈扎，没有这样的哎音腔调，米利亚哎，海哈扎，这样没有，米利亚海哈子，哎，对对对对好啊，对，嗯有吗？你们有这样说吗？第嗯，比三较少呢，第三比较少，很早。嗯其实其实你可以听一听那个李敬信啊，他常常在说话的时候，他如果要强调那个前面的字的时候，他就会有这个腔调，明白呢？哈扎，都会有，就会啊，其实这个三个哈、都常常听到，所以我们以前都会常常搞混，就是说，诶，为什么又有哈扎，然后等一下又哈扎这样子，就原来是那个他强调的那个位置不一样。嗯，对对对对，好，那你有那个吗？第二个句型的句子，第二个句型，哎，用那个格位可以标记的。哦，至少嘛哈子个米沙扎扎盖多很卖，至少嘛哈子个米沙扎扎盖多很卖，至少嘛哈子米沙扎扎盖多很卖，好像第没有什么，三句好像差不多哈，对啊，第三，对，所以你比较不习惯那个第三种嗯腔调，嗯。记什么哈扎，这样记什么哈嗯，扎，第三嘛，啊，这嗯，哈，就只有那他被强对迫哈，对，就讲的就是强调那个记什么，什么，记什么哈扎这样子，这就是嘛哈，这哎。你说这该懂了，哎，哎，所以那个重点，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骑马啊，我们就会直接就讲啊，在讲前面那个这样子。那一二句，意思好一二像是那还有谁的意思哦，对，那还有谁要做的意思哦，这样子的话，像就像你看哦，像我讲那个句型二啊，吉烧哎，马哈扎这个，如嗯，果第三个例句啊，吉烧马哈扎，吉烧马哈扎，当有这个腔调出现的时候，是讲烧什么马。这，哎，几扫码扫码哈扎这样子，那几扫码哈扎这，不新鲜米，但这个其实没有强调到扫码啊，嘎造了，这个没有强调嘎造，只是说在强调说他又喝酒这样子，强调嘎造又喝酒，对，好，谢好，谢，谢谢秀兰姐，嗯，那我们再请那个好了，请讲到这个喝酒，那就是拔乐什么？拔乐有在吗？没有出声。
好，那我们请那个，了解巴鲁斯。你看，好，台上一把个姑嘛，巴鲁斯，金安安来少，巴鲁斯，你不是有写3个吗？哈，你上一周不是有写3个，就是哎，我今天讲的这样嘛，那个是阿在，也是一样我可以变成疑问句就对了。啊。有，我们待会后面会有讲到这个。那今天的话，其实跟这个你所讲的是差不多的，哎呀，只有第3个跟1、2句哦，就是例句1、2、3嘛，1、2句是差不多的，然后第3句就古鲁曼，它的强调是要一这样子。伊拉公咪说啊，嘿啊，句子你们还没哇？啊也可以啊。伊拉公咪说啊，嘿啊，例句啊，慢，你有例句吗？两个句型，动词句型，然后格为标记的，你有例句吗？等等，好，米当当也可以啊。几呢？是不是？都他等，啊，是啊。你等等哈这几那个都他等，哦，你看你这样讲，我会马上会这个对啊，第3句。第3句啊，你刚刚讲的那个重音是在后面，对不对？米当对啊，当等等哈这几那都他等，哎，当当哈在听那都他灯哎是，重音在后，所以习惯性的，你刚刚要表现的就是米当当这件事哈。啊，米当当哈在听那都他灯，你等等哈，米当当哈在听那都他灯，跟那个你等等哈这几那都他等，跟米当当哈在听那人是差不多嘛，对不对？只是说第2句好像比较强调一点。哎，这样。你等等哈这几那都他等，其实哈，我们的这个说法，那个这个又变成，看当下情形了，他萨个人说，萨个人你对，像我们的这个讲义啊，有请教的耆老，就是李金勋老师，在海岸嘛哈，然后就刚刚还有那个张光忠老师，巴黎少，一个南一个北，所以他们都可以去接受这个，所以显然哈，就说就说南北所使用的那个方式差不多。哎，因为那还我号的给他号，我们的号变成后，所以像这边其实阿里少跟努瓦利安使用上是差不多了，然后1、2句是一样的，只有第3句没你把这个是你刚刚一开始讲的，就是讲这个。哎呀，对，只有这个是第3句是比较不一样，它强调的是那个，你刚讲的话是你当当，哎，你刚讲的是你当当，哈扎基呢都他等，你当哈扎基，你当哈扎，这个拼音哦，你当哈扎基呢？如果是第1句，你当哈扎基呢都他等，这第1句啊，你当哈扎，你当哈扎是差不多。一个强调那个柚了，就是妈妈柚煮菜这样哈。那他也可以，就是说，本来是妈妈煮我想一下，我做一个差别哦。这个感觉就是说哈，本来妈妈不会喝酒了。我用你刚刚的句子。就是米当基那都是登给米海，我先把哈扎先去掉，
米当当吉因那都沙登。那有别的选项，就是说米当当吉因那都瓦莱啊，那个不要，就是说米阿扎吉因那都沙登，跟米当当吉因那都沙登，一个用煮的，一个直接用买的哈。就说它有个选项，结果本来上次妈妈是用煮的，现在她又要用煮的，不要用买的，我们就可以讲这个啊。米当当哈扎吉因那都沙登，不是用买的，米当当安这样哈。当当在吉那沙登，感觉好像有选项啊，然后那个选项可能是因为没有钱买，哦，就勉强去买，这样去煮这样。然后第三个就是米当当，哦，强调那个米当当哈在吉那都沙登这样的，所以那个又的意思只是去补助那个米当当，在这边的话，那个又。这个又是去补助那个 minip 这件事哦，他还是强调喝这个。好，啊，那还有个第二个句型该来跟你说下，他说人，吉那，吉巴奈阿扎古，奇怪会变成阿扎。吉巴奈阿扎古，米当当爱都沙登。啊，对，这第一句啊。第二句你刚刚是讲第二句加吉巴奈哈扎，吉巴奈哈扎古，米当当爱都沙登。哎，第二个了。吉巴奈哈扎古，改了都第三个。第三句对，强调吉巴奈哈扎古，米当当爱都沙登，会变成第三句。第一句。吉巴奈哈扎，吉巴奈哈扎，吉巴奈哈，吉巴奈哈扎古，米当当爱都沙登。反正我先谢谢保罗嫂。反正我们是这样子啊，反正第一句、第二句哦，例句一，每种句型的例句一、例句二哦，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它的处境是一样的。然后只是说例句二会更强调，那例句三呢，就强调那个哈扎前面那个哦。所以像例句一啊，米尼哈扎。所以他强调那个米这样哦，几个造哈扎，几个造哈扎，就强调嘎造哦。所以蓝色字其实都给各位参考了，好的。那我们先来跳过，我们先来请那个好了，先请那个 Alex， 你有句子了吗？一定嘎哥，好的。我想想看，马杜嘎多和扎吉古拉斯伊嘎达亚兰，就是古拉斯又在上班时间打瞌睡了。好，第二句马杜嘎多和扎吉古拉斯伊嘎达亚兰，第三句马杜嘎多和扎吉古拉斯伊嘎达亚兰。好，其实有你还是有分到那个腔调，我听得懂。马杜嘎多和扎，马杜嘎多和扎。Matukatok haja ci kuras i katayaran ano matukatok haja ci kuras i katayaran matukatok haja，所以那个腔调 Alex 是基本上是可以掌握了。好，那第二个句型呢？第二个句型，吉古拉斯和扎古米萨曼嘎海。就是古拉斯又是说谎的人这样，然后拉长吉古拉斯和扎古米萨曼嘎海，然后吉古拉斯和扎古米萨曼嘎海。好，谢谢 Alex。我们请那个谁，什么的呀？朗姆斯，朗姆斯，来，谢谢。好的，你是多少？两个句型哈。第二句misaru haza cina tu paisi， 第三句misaru haza cina tu paisi。你刚刚第一句啊，
你刚刚第一句就是第三句啊。我你刚刚那个腔调哪里？你刚刚说米扎流哈扎进，你刚刚已经讲到第三句了。啊，对对对对，其实像我其实已经习惯了，就是你如果有那个腔调出来，我的专注力就会改。所以你刚刚一讲到那个米扎流哈扎，我会习惯就是会这个，就是说去借这个事情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我们用那个啊，所以我刚刚有说，我们先把那个哈扎去掉哈。你看米扎六是那什么那个米扎人什么那个米扎六进啦，米扎六进啦都白字哦，米扎六进啦都白字，米扎六哈扎进啦都白字，哈扎很好了，米扎六哈扎进啦都白字，米扎六哈扎，那米扎六哈扎进啦都白字，米扎六哈扎进啦都白字。这样你那个然后你可以分得出来吗？那个腔调还是可以的哈。米扎六哈扎进啦都白记，就是意思是说，就是他又过来了，来借钱了。他好像有点无奈的感觉吗？会啊，会，因为你强调哈扎，你扎六哈扎进啦都白记，哈扎进啦都白记。对，那这个腔调哈，比第一句的更强烈一点。你扎六哈扎进啦都白记，他又来借钱。你扎六哈扎进啦都白记，第二句会强调那个。米扎六哈扎进啦都白记，所以我这边写更勉强。然后米扎六哈扎进啦都白记。这个就在强调那个米扎六这件事，米扎六哈扎进啦都白记。像我们还有一个说法，也是跟第三句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用那个重叠词。你看哦，米扎六扎六啊扎进啦都白记，我们都会这样做，就说他不会做别的事。对，他那个意思是说他来吼不会做别的啦，就是要来借钱啦。米扎六扎六啊扎进啦都白记这样。那所以跟第三句是一样的，米扎六哈扎进啦都白记。对。那这个一二句哈，对，一二句只是说他又来借钱了，他有可能又来借酱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可能就是说他可能本来有很多选项，也借钱、借酱油、借沙拉油啊，然后这次他又来借钱这样子，所以感觉上是有选项的感觉上。那第三句例句3就是去强调扎里扎里哇扎这样就是没有别的了，就是要借钱了这样子。所以像我的例句这边没有别的了，就是要喝酒了这样子这个感觉上就是这样子。好，那你可以提供第二个句型的例句吗？好。Ya Cipanai hatsaku mitang-tangai tu titik. Cipanai hatsaku mitang-tangai tu titik. 第三句 Cipanai hatsaku mitang-tangai tu titik. 所以你的1、3句是差不多一样。对对对，你刚刚讲的1、3句好像是一样的。Misalnya hatsa Cipanai, misalnya hatsa tu Baji Cipanai，第二句Cipanai hatsa ku，你刚说什么忘了？ Mitang-tangai tu titik。Cipanai， 好 ，Cipanai hatsa ku mitang-tangai tu titik。Cipanai ku mitang-tangai tu titik， 你看Cipanai ku mitang-tangai tu titik， 好，这是结束句嘛？是煮猪肉的是把奈嘛？那煮猪肉的又是把奈，Cipanai hatsa ku mitang-tangai Cipanai hatsa ku mitang-tangai tu sateng tu titik。如果第三句就Cipanai hatsa ku mitang-tangai tu titik 这样子，这样就蛮区分的。
还还好好，没有关系哈，因为我们后面还很多，我今天讲的有点久了。那个好，谢谢那老师。个，如果我先往下哈，待会再请你。好，那我讲这么久的意思，主要是要解说清楚啊，所以我们后面可以再快一点了。好，那这边有2个句型哈，用那个这个什么地方的那个介系词一啊，一抓这个一哈，然后第2个句型就用那个伊拉。好，然后我来念哈，伊鲁玛哈扎吉嘎糟，我先来念没有哈扎的哈，伊鲁玛吉嘎糟，嘎糟在家里哈，伊鲁玛吉嘎糟。那我如果要强调说啊，就说嘎糟又是在家里哈，就说我被迫接受这个资讯哦，今伊鲁玛哈扎吉嘎糟，好，伊鲁玛哈扎吉嘎糟，伊鲁玛哈扎吉嘎糟。所以那个伊鲁玛哈扎，伊鲁玛大概一组，伊鲁玛鲁玛阿扎吉拉，这个是第3句哈，伊鲁玛。那这个1、2句呢，只是我看一下，又在家哈，又在家几个照，就说我被你看啊，伊鲁玛几个照，嘎照在家里。如果又加一个哈扎，比如骂哈扎这个照，就是好像强迫我去接受这个资讯了，哦，就是嘎照这样子。然后比如骂哈扎这个照，这个又强调第1句哈，比第1句更强调。那第3句就是比如骂哈扎这个照这样哈。那这个讲的就是什么？就是说他的可能习惯性的一个行为，他可能就是自闭症之类的。不会说，就是说，他就是不出门了，有嘛还这个招这样子哈。好，那第二个句型用伊拉的哈，这个我刚有说嘛，我们这一章除了讲到那个副词在各个句型的使用，其实也是在介绍我们的句型哦，有咪动词的格位标记的，现在是这个地方介词的副词啊，介词，而且用像伊拉的。好，我先来念哈，直述句的话，伊拉古达亚人尼嘎糟，嘎糟有工作哈，伊拉古达亚人尼嘎糟，好，加上这个又哈，伊拉哈扎古达亚人尼嘎糟，伊拉哈扎古达亚人尼嘎糟，伊拉哈扎古达亚人尼嘎糟，好，伊拉哈扎古达亚人尼嘎糟。好，那第3句我先来讲哦，我们可以用这个模式哦，就像我刚刚我用重叠词，其实那个使用重叠词就是它的意思就跟第3句是一样的。伊拉阿扎古达亚尼嘎糟，就是他就是有那个工作，一直都有工作哈。伊拉阿扎古达亚尼嘎糟，不会没有哦，就是有哦。那1、2句只是在说啊，他有工作哈。伊拉哈扎古达亚尼嘎糟，伊拉哈扎古达亚尼嘎糟，都一样。所以我已经解释过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提供个例句来做练习这样子哈。好，我想来请那个如果老师，你可以马上讲出一些例句吗？到声音吗？好，听得到声音有。听到哦。来，我们用这2个句型那个一哈。来。Ilutok hatsa Cina。Ilutok，不对，重来。Ilutok hatsa Cina，Ilutok hatsa Cina，Ilutok hatsa Cina。好，好吵哦。等一下。其实如果我想问你哈，因为刚刚我都没有请教你。像我刚刚这样说明的，跟你们那边部落使用的方式是一样的吗？我刚刚说明的这样。差不多一样吧。差不多一样嘛哈。 1、2句是差不多的啦，只有第
第三句不一样，对不对？ إلى حتى 来，这个是 إلى قمنا معنا أسوال إلى 好的。那如果第二种句型呢？ إلى حتى كو ككنا إلوما إلى حتى 诶，我的第一个怎么跟第二个很像？إلى حتى كو ككنا إلوما إلى حتى كو ككنا إلوما إلى حتى كو ككنا إلوما 好，谢谢能够老师哈。其实你的那个1、3句啊，你的第一句跟第三句比较容易有点会像，很点像。这个其实我刚有用一个方式啊，就是你先不要讲那个很炸，我们用那个最简单的直述句啊。伊拉古达亚人你嘎招没有啊？嘎招有工作嘛？伊拉古达亚人你嘎招，然后那这边你看啊，我这边讲的那个又有额外的工作哈。伊拉哈扎古达亚人你嘎招，他除了这个工作，可能又有别的工作哈。伊拉哈扎古达亚人你嘎招，这样伊拉哈扎有拉长，伊拉哈扎，那伊拉哈扎不带你可知道这个感觉没有强调那个又了，他因为那个伊拉就强调那个伊拉就是有，不然大家怎样这样？伊拉哈扎，我可以再重念吗？好。伊拉哈扎古卡古纳伊鲁玛。إلى حتى كوكا كنا إلوما إلى حتى كوكا كنا إلوما 好，谢谢。如果这样就很清楚了，很清楚了哈。还好，对，谢谢能够了。好，那我来看看，我直接请那个好了，那个 Alex 来练习，给他多一点机会哈。Alex，你是队长。伊阿里里合扎及古拉斯阿马杜嘎多，就是古拉斯又躲在仓库打瞌睡。然后第二句，伊阿里里合扎及古拉斯阿马杜嘎多。第三句，伊阿里里合扎及古拉斯阿马杜嘎多。像 Alex，你在做练习的时候，就是反正你自己想那个处境哈，然后那个其实1、2句是差不多的，是一样的，只是说第2句强调而已。然后第3句呢，就是以阿里利，就是讲掉那个地方啊，不是在别处，就是在阿里利那边这样。大概是这样的那个感觉。好，那有第2个句型的吗？可以马上想吗？伊拉合扎古打高努米萨拉马爱，好，伊拉合扎古打高努米萨拉马爱，伊拉合扎古打高努米萨拉马爱，这样，又有观光客的垃圾这样。好，伊拉哈扎，像那个第2句啊，伊拉哈扎，其实我们不用刻意去拉长，你把它拉高哈，因为你要拉高的时候需要一点时间嘛，所以感觉上它是拉长的。其实就是说，因为你为了把声音拉高，所以需要多一点点时间。伊拉哈扎，所以感觉上它是拉长的啦。像那个，我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讲过哈。这个我也是有跟齐老，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之前我有听到一些别的地方的，不是桃园的老师在讲说，那个我们族语哈，就是这个冒号这个第二个句型这个冒号这个就是我们讲说长音嘛，就是说越长越久，拉长音，他说越长就是越久，或者说越远哈，老几个走。但是
我觉得啦，并不是这样，因为以前亚马多阿塞马夫给在教读眼镜读远近，他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他就用用音调去表达。还了啊。事实上，我也是有问过我们家里面长辈，他说其实我老了，他说我老了不了这样，他说那个其实是开玩笑，结果很多人去学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啊，去学那种腔调，了那如果我们这样讲，因为怎么讲，就是说很不精准。像我有问过一些长辈啊，我说妈，你们当少，他说我好了，我老公呢就是说他们去拉那个苍蝇啊，就是开个玩笑嘛，就是说表现一下幽默了啊，很远啊，跌到这，然后那如果要从这边到美国呢，哈，国安国等的是就没有标准了呢，然后这个到底要多远哦？好像还没有到再拉一倍。其實我們的主語不是這樣子啦，我們有那個很精準的字可以去表達那個距離。比如說，一個我們就知道那個距離的嘛。如果我講說那個車子的後面嘛，在哪裡？在後面一點，這樣其實還蠻精準的啦。所以那個很多年輕人他們在講那個。这个就很奇怪因为我有问过那个李老师你看那个李老师，我在访谈他的时候，在那个我们的那个电台，他在讲的时候，他说他直接就这样讲没有说嘛布隆没有一定要给他布隆他就直接这样讲，为什么？因为我访谈的时候只有跟他两个，还有在收音机前的观众所以他没有必要讲嘛，不容易的。可是你让李老师在那个一提到的阿鲁曼那单到这教个密，他就会这样讲kita finalan ini mapulong kita ini mikaiki isa soal itu sembang nunyara，他就会讲那个mapulong，因为他就在眼前，他要强调的是说，我们一起，我们这么多人这样，所以他就会拉长这样子我讲到这个干嘛？跟我们今天教的没关系好了，希望大家明白。好，那个我们这个练习因为我在讲，看一下我们的学员，都有讲过了因为后面还有几个我就这样，我用挑的就是说刚刚是那个嘛，那个努够没有讲第二句这个嘛那现在是那个努够还有 Alex， 那我们现在请那个好了，兰莫斯来做练习。はい。Ya ibisudadan hatsa chi zalao. ibisudadan hatsa chi zalao. ibisudadan hatsa chi zalao。好，谢谢。你的第一句跟第三句已经有点像。有点像。不过你还是分得出来了，因为你只是说第三句再更强调而已，这样子。可是你的腔调第一句有鲁马哈扎，你刚刚也是这样讲，只是说没那么重。对，那如果说我们用平音的话，有鲁马哈扎，有鲁马哈扎几个招，几巴罗几样这样，有鲁马哈扎，有鲁马哈扎，重音在后，有鲁马哈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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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所以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呢，就是那个腔调语句，所以是比较困难的啦。好，那个兰沃斯，你可以再使用下一个句型吗？好。Irahatsaku sudah mi zalao. Irahatsaku sudah mi zalao.
Rahatsaku surat mi cara 哎，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第三句也是蛮像的？有对，那没有关系啦，你看哦，我们就用我刚刚有提供一个方式，就是你先不要讲那个哈萨，你先讲直述句哈，就是没有哈萨的。伊拉库达亚的尼扎拉，伊拉 Yakutaya ni cara 达拉乌尼嘎造哈，伊拉库达亚的尼嘎造，好， Yakutaya ni kaca 对，这是嘎造的工作嘛哈，然后加哎上哈扎，伊拉哈扎库达亚的尼嘎造，伊拉哈扎， Rahatsaku daya ni kaca 哎。然后我现在讲第三句哦，伊拉哈扎古达亚尼嘎造，有没有差别？ Rahatsaku daya ni kaca 对对对对，伊拉哈扎古达亚尼嘎造，伊拉哈扎古达亚尼嘎造。Rahatsaku daya ni kaca 其实你看哦，一二季曲手的腔调是一样的，我只是把那个，因为它有那个延长音嘛，所以我就把声音拉高，因为需要一点时间。伊拉哈扎，伊拉哈扎，有一点， Rahatsa 哎，伊拉哈扎， Rahatsaku daya ni kaca 嗯， Rahatsaku daya ni kaca 第三个呢？ Rahatsaku daya ni kaca 对对对对对对。好，那在理解上哈，我们还是在练习的时候，就是说去看那个蓝色的字，去补足一下自己的那个处境啊，去讲这句话的处境，因为加了还在跟没有加会有差别啦。伊拉不带呀那个都，伊拉还在不带呀那个都，其实会有差别，还蛮大的差别。对，所以那个还是需要有那个处境。好，我们就哎往下哈，往下。好，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阿扎哈，我刚刚为什么用那个阿扎是怕跟这个阿扎会混掉了，像巴洛他也会搞混哦，那个阿扎跟哈扎，哎，可是意思不一样哎，刚刚是又干嘛又干嘛这样，这个是只有这种只是或者是仅仅这样。好，我先来说明这个哈，时间我说完，我们先再休息哈。好，这个一样使用那个动词句型，我们这边的话用咪型动词哈。好，那词根是 nanum，minanum。好，我先讲那个没有阿扎的哈，minanum jingra，minanum jingra，他在喝水哈，minanum jingra 很简单哈，他喝水，他在喝水。minanum aza jingra，minanum aza jingra。好，啊，这处境蓝色这个是处境哈，不是中文翻译哈。他只是喝水哈，他只是喝水。好，那强调这个水了，没有其他饮料。minanum aza jingra。好，所以那个讲的是那个 nanum aza 哦，nanum 哦。好，第二句 minanum aza jingra 一样哦，跟我们刚刚练习的一样哦。minanum aza jingra。好，这个是一样的意思，只是强调水哈。好，那现在第三个哈，minanum aza jingra，这个就比较讲的是那个动作了。minanum aza jingra 在古嘛 mina an jingra 就 minanum nanum aza 这样哈，就是喝水，强调喝水这个动作，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处境这边都有写啊。好，那我们先消化一下哈，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样我们8点10分再回来继续哈，继续我们那个练习。好了，反正弄给他，我们咪下哎，干咪下多哩。好，大高苗啊。来。
알자? 말라우 소그지 강놈이다 하오. 이라도 기다.那 알자? 我说多吃这个瓜，什么都你好。我刚刚在喝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我们现在我先讲这个阿扎哦。因为我刚想着我刚刚讲太久了。像那个我们刚刚有那个哈扎、还有这个阿扎有没有？其实像那个第3种的那个这个米纳努马扎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你看我来问巴老师，伊拉个说了那么多大都是哪？大都，慢，搞了灯大都那个大都有没有？伊拉，我所以大都，我刚刚就是讲，你看也是一样，那个嘛等的是大都，过来说了过后，你们等的是大都，这样，嘛等的是大都，呀，变那啥子啊过后你，就是说我刚讲的，我刚解释的太久了，嘛等的是大都，没有，它这个也是一样哦，不过嘛等的是大都，它比较没有第2种的嘛等的是大都，然后嘛那个音调那里。好像没有哦，可是有第3种的，嘛等的是大都加变成萨奇啊古尤尼这样。我刚刚解释的那个太久了，这样，嘛等的是大都这样。那大多还有我过了第2句，哎，这个只有1、3嘛哈。哎，按照这个说理的呢，好的。那我们就继续哈，我们现在那个阿扎，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哈。打第2刚刚是咪型的嘛。咪型动词，现在我刚讲的就是妈型的嘛，等的是有没有？等的是，这边也是讲麻烦那阿扎进了几个早晚，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我就是解释给那个像那个栏目或者说 Alex 哎，我们可以先把那个阿扎或是那个阿扎先去掉，然后我们先讲那个麻烦那进了几个早晚，就他认识嘎造。就这样，他认识卡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直述句去描述这件事而已。反正经了几个早晚，那我们现在加一个处境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加阿扎？那我们可以去看这个蓝色的字他只认识卡照这个人。如果我们要表示这种感觉反正阿扎经了几个早晚，反正阿扎经了几个早晚。我还有一个干法呢，你看就他没有认识别人，就整几个早这样。反正阿扎请了几个早安，反正阿扎请了几个早安，就强调好，第3个呢，反正阿扎请了几个早安，所以这个我看一下，他这个感觉，这个中文的意思强调只认识打造这个人。好，如果在这个还是要看看那个啦，看看那个词根的意思因为我看这个第1句只认识嘎造这个人，然后第3句呢也是，麻烦了啊，这行了，就是就是说他对嘎造这个人他对嘎造这个人有很深入的了解，很深入的了解。麻烦了啊，这行了嘎造就是麻烦了啊，这进了这个早晚满了都，这个是你看像巴勒他也是用重叠词只要是重叠词的，就是第3种的了。麻烦了这不是麻烦了烦了这样也可以对啊。那如果第1句麻烦了这进了这个早晚，这个只是说他比较强调说嘎造了，他认识嘎造这个他所以这边是只有认识嘎造这个人。那他这边麻烦了啊，这听了这个段就是强调这个麻烦了，他只知道只认识这样，就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我现在讲第3句我来解释一下，因为我刚说那个麻烦啊，这是强调前面那个麻烦嘛，所以也就是说这一句
这个紧拉对于嘎造呢，仅仅认识，他没有什么别的动作，没有什么跟他交往，也没有跟他出去喝酒，也没有跟他什么拉类，没有，他仅仅认识他这样而已。就这个还是要有一点区别哦。麻烦拿这进来这个早安，只有认识这个动作而已哦，因为是强调这个麻烦拿嘛，就这样子。所以后面就会讲说没有进一步的其他的动作哦，也没有见面啊，也没有聊天啊，等在无烦那是这样子哦。那像一二句只是说他认识嘎造这个人哦，有讲到嘎造这个人这样子。好，第三个我3个句型了，我先把它讲完。咪型的、妈型的，然后第3个呢，中缀的 OM 型的。好，如果是中缀型的当然就要加那个 OM 像这个词根是感恩嘛，所以需要加上那个中缀。古曼呢在金拉杜滴滴，那没有阿扎的话，就是古曼金拉杜滴滴，他吃猪肉，他在吃猪肉。Kumaan Jingratu Titi， Kumaan Naza Jingratu Titi， 他只吃这个弟弟没有吃别的这个阿扎是只有嘛只有，仅仅Kumaan Naza Jingratu Titi， 强调 Kumaan Naza Jingratu Titi， Kumaan Naza Jingratu Titi， 就强调吃而已他没有去杀，也没有去捶他、打他都没有，就是吃他而已不满了，这听到的弟弟这样。好，3句那我们这样子那个好，秀兰姐好久不见，先你好了。然后第2位我们再请那个 Alex 多一点练习，还有蓝墨草。好，我们请秀兰姐来跟我们说啊，说人例句。来，我付点这些了，请秀兰姐。好，我们请 Alex。巴拉梅亚哥，米亚西阿扎金拉多巴拉方案，米亚西阿扎金拉多巴拉方案，米亚西阿扎金拉多巴拉方案。好，谢谢 Alex 巴拉方案就是客厅嘛，对，客厅。对。好，那个那像我先说一下刚刚那个 Alex 用的那个巴拉方案反正只要有那个 AN 的，要么是地方，要不然就是时间这样的那个八呢？八就是就是使那个使用的使，或者是让，或者是叫都有这样的那个中文的意思使谁干嘛，或是叫谁干嘛，让谁干嘛。那巴拉放呢？巴拉放就是说让客人，这个可能还要引申的意思了就是说让客人在处在的那个地方，这样巴拉方案。或者是让客人，如果我们讲时间，这个要讲什么？我那个讲时间个。巴拉方个古代了，一路满那时候嘛，我去那边做客。我讲，如果是时间嘛，中文讲巴拉方案，宴客的时间巴拉方案，巴拉方案你讲现在是宴客的时间呢？对，巴拉方案就，所以这个比较像是巴拉方案就是说宴客吗？好像又讲太多了这样那个什么，好，这个我意思就讲不出中文怎么讲反正这个巴拉方案讲的地点的话，就是客厅了。在我们如果是指我们自己家的话，
就是指客厅，就是招待客人的地方，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巴我们其实已经把它已经丰富它的那个意思了。像巴鲁斯，你刚刚讲说做客也是用巴拉放啊，哎，巴拉放，对吗？我们的那个传统习俗嘛，哎以前我们的那个绑架都会去找自己的那个亲戚嘛，哎，待了巴拉放。罗马你少我们巴拉放变成这样啊？其实这个巴拉放是我们的传统诶，像以前因为马夫劳革命那时候在打仗的时候，在那个泽布尔那边分散了嘛，哎呀，然后后来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巴拉放。其实以前就有了，不是只有在那个打仗的时候，一定要好了，对，之前就有了。巴拉放就是这是在我们传统上蛮重要的事情。按照巴拉方案，那我觉得哈，这个是因为引申的啦，哎，引申延伸的，的意思，哎，就原来呢巴拉方，跟鲁拉放啊，这客人，哎，巴拉方案就是让客人在那边的那个地方，这样，所地方以哎，叫做客厅。延伸的客厅还是宴会的场所，买来的，嗯，那刚刚巴路讲的是我们传统上的一个活动哦，巴拉放，哎，哎，那也可以当做那个啦，现在就可以拿来用了，就是说米呀都米。哎，这个可以现在用。你拜访都多少米粒？有没有米粒算嘛？米利斯，哎，所以这个巴拉放还是传统活动啊，哎呀，对不对？哎，如果是拜访朋友就米粒算，对上还米利斯是使用米对上，粒算啊？如果是巴拉放个带了鲁曼了，收买就变成我去做客啊，去那边做客一下，去那边走一下，去那边坐一下，像我们那边呢、如果讲巴拉放啊，其实都是那个呢，农米大等烧，农龙有pinaulan no ya，弄啊烧哎，salawina ay han ay nung asaw。弄啊如果烧哎，如果讲到那个巴拉放，都是有农阿烧啊当烧。哎如果是朋友，可能就讲梅里帅高度以上这样。哎，米利斯，对，不然就是带到个马，不然也可以用马瑞，带到个啊，对马瑞对，也可以啊。好，第二个，伊拉德基秀兰姐。好，对了，第二个哈，我们用那个，请那个栏目来练习一下。来，来， mangalay atsa kako ami mali. Mangalay atsa kako ami mali. Mangalay atsa kako ami mali. 好，谢谢栏目总。其实栏目他已经抓，其实栏目你的那个腔调算已经很那个了，已经非常接近族人的那个腔调了。对，好，像我们再继续哈，中穗的，还是中穗的看看，中穗的字不多了，我们请那个好了，那个努布了，给我们提供一下句子，然后可能是有中穗的。喂，好，我那个麦克风有点怪，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啦，有的，这你还说我大，很美你。还说啊，那是一定的啊。好，我用那个罗马六阿扎嘎古，罗马六阿扎嘎古，罗马六阿扎嘎古。好，谢谢，能过了哈，很简单的句子，不过那个意思就很清楚，因为那个腔调不一样，所以那个就蛮清楚的。好，那这个是我觉得哦，它的变化应该是在那个最前面那个动词。动词。
它的变化是在动词，你在念阿扎的时候就会很到位了。比如说像那个鲁马丢阿扎嘎库，鲁马丢阿扎嘎库，我只唱歌而已。那个呢？第二句呢？如果你要怎么讲？鲁马丢阿扎嘎库，嗯，鲁马丢阿扎嘎库，其实重点都在就是我就是要强调我只唱歌而已。那就是第三句。如果说强调对唱歌这对，个，强调鲁马丢阿扎嘎库。丢啊，这个歌，好，谢谢好老师。好。所以这个就像努布说的哦，其实所以这个前面的字会比较强调的话，好像如果说一二句呢，什么丢啊这个歌，什么丢啊这个歌，这个两个那个哈，那第三句呢，什么丢啊这，所以可以了。像那个，如果我们再回头看呢？minanum atza zingra minanum atza zingra minanum atza zingra 所以这个还是那个米娜弄，我第一个会弄。米娜弄嘛，这个歌我只喝水而已。水哦，minanum atza 嗨嗨，我们会拉前面，我们不是拉后面。minanum atza 米娜弄啊，这个歌。好，所以这样听的话，比较可以用腔调的第一个字的就是第一句啊。那第二句的话，因为打赌萨什么样会不好念，对不对？所以米纳努马扎，然后第三句是米纳努马扎。好，第一句的话，米纳努马扎古米纳努马古，好，就这样，直接就把那个强调了哈。对对对。好，谢谢了。谢谢努布老师。好，我们再往下哈。欧中最的也讲完了。好，这边又有另外的句子哈，这个都一样了哈，这个就不用我再讲了，因为它只是换那个句型而已。刚刚是咪型，刚刚是动词句型嘛，咪妈 om 的，然后现在就换一个句型，就是格位标记的啊。我们前面有讲到格位标记嘛，刚刚这边是这个鸡，刚刚是使用鸡的哈，那现在是用乌的。好，我们请那个好了，请秀兰老师，你来开手，你来开手。好，我们请那个好了，请 Alex， 你说啥？都一样哦，好，只是换句型而已。我不是阿扎古拉，我不是阿扎古拉，我不是阿扎古拉。好，其实这个可以运用那个刚刚努布老师教的，像第一句啊，第一句可以用那个阿扎前面的那个，我不是阿扎古拉，啊，我不是阿扎，有没有？我不是阿扎古拉，哎，就把那个，你看哦，刚刚努布老师教我们说，古妈阿扎紧啦，这个都是第一句的哈，对，所以他只是在说哦。他喝水而已哈，那这边呢，我不喜阿扎古拉，哦，就是那个，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只是一只猫，我不喜阿扎古拉，我不喜阿扎古拉，好，这样就也蛮区别的哈。那第二句会更强调了，因为它有那个阿扎会强调嘛，我不喜阿扎古拉，好，那个。对，那个是猫哈，那个是猫，不是别的，是猫这样子。好，这个是乌句型的哈。那我们再往下啊，因为我们不用花太多时间去，因为这个都一样，只是说句型不同而已。好，另外的句型呢，就是用数字的哈，直接前面就是数字这样子。那我来念哈，都啥子可以哈，都啥子古娃娃古，
第一句啊。那我先讲那个没有阿扎的时候哈，杜萨古娃娃古，也可以用杜萨古娃娃古。其实哈，我这样突然想起来了，那个你看哦，你看如果你看我讲的对不对哦？你看哦，杜萨古娃娃古其实可以不用加阿扎呢，那个就有对呀、那个就有感觉了，就是说对对，仅仅只有2个，我的小孩嗯只有2个，杜萨扎古娃娃古。嗯嗯那都是阿扎瓜布好像是一样，一模一样的意思，只是多了那个阿扎，对不对？那个嗯，多好，少只娃娃过，多少娃娃过，那个多少娃娃过，好像意思就是说，他还想渴望再生第3个，有吗？就是不满意，只有2个。有多少了，娃娃过，哎，他确实有点有，不满意，他想要再生。哎，还要再生，还要再拼。然后加那个阿扎又不一样了，他就是多少阿扎娃娃，我只有2个小孩，又不一样的意思。哎，这个也骗，我直接翻成疑问句了呢。你看，老师要不要加他啊？你找在打都是要不要加打都是啊？要，因为讲人嘛，讲人的话要了，打多少？哎，对因为了，要刚刚加搭，要加搭。因为刚刚我刚刚想，好，人的话要了，哦人，因为我们在问别人的话要用把比那嘛，讲人的话是要加大了。打多少阿扎娃娃哥？其实这个哈，然后我再用疑问句，那都是阿扎古瓦古，变成这样。对啊，这个我们阿美语常常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啊。哎呀，对啊，都变成疑问句这个了。很多啊，很多，这个是用那个腔调去变成疑问句。对啊，哎，那都是阿扎古瓦古，变成这样。好，那如果说第3句呢，你用疑问句呢？第3句怎么用疑问句？跟刚就你说第3句了，仅仅2位就是不满意了。那都是阿扎古瓦古，难的。没有，如果第3句你看，那都是阿扎瓜瓦古，也是疑问句啊。阿扎古瓦古，其实意思不一样哎，对不对？所以那个音调真的很重要，语调很重要。语调很重要，在这边。啊，那麻烦艾米等下来，一下子就听出来了。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一样好，请刚刚是谁？刚刚是这个是好，我们请那个好了，给兰木机会多一点哦。兰木，你可以讲这一句吗？好，数字的数字句型。在阿古西多阿古，这在阿扎古西多阿古，这在阿扎，这在阿扎古西多阿古。老师，我第2句，那我再一次。好。这在阿扎古西多这在阿扎古西多阿古。这个是第2句嘛，对不对？对，第2句。其实像那个，对，这样如果你2个都拉高的话，会不会比较不好讲？因为那个，对，因为它只是在强调的话，我们就用那个阿扎就好，扎在哈。你刚刚是用扎在对不对？对。啊，扎在阿扎古西多阿古，我的学生哈，学生仅仅只有1位这样哈，扎在阿扎，第1句的话就可以了。扎在阿扎古，扎在阿扎古西多阿古啊，所以我们这样反而那个刚能够讲的那个提供的那个方式还蛮好的。第1句我们就把那个拉高，第一个。在阿扎古西多阿古，
这这在阿扎古西多阿古。哎，对对对，然后第二句一样，就是跟原来的一样，这只在啊，这只在啊，这古西多阿古，然后第三句就是这只在啊，这古西多阿古，这只在啊，这古西多阿古。对，其实这样3句就很明显了，可以区分的很清楚了。谢谢韩国好，谢谢。好，谢谢老师。好，我们再继续哈。因为我们后面还有那个像那个阿扎有另外的那个意思哦。我们好，伊拉这个是秀兰姐，伊拉好技术，你还在吗？啊，马夫嗲都跟他单挑好。伊拉搭地唔等嘅啦。好，那我来念这个哈，这个其实都一样，只是说句型不一样啊。那这个哈杜就是说很好像的意思哈。哈杜鲁东啊这过来娃娃，哈杜鲁如果说像的过来的话，哈杜鲁东啊这过来娃娃啊，这个小孩像猴子哈，只是像猴子哈。哈杜鲁东还巴鲁萨，来巴鲁，你不是举手？比较习惯用马杜。马杜，哎，哈杜马杜马杜哈杜。哎，也有啊，对对对对，比较习惯用马杜。我那边也是用马杜鲁东、哈杜鲁东，马杜鲁东啊，都有呢。你那边好像都有。好，第二句呢，哈杜鲁东啊，这古拉娃娃，哈杜鲁东啊，这古拉娃娃，强调更像猴子的时候，哈杜鲁东、马杜鲁东、哈杜鲁东、马杜鲁东，好像都一样哈。好，第三句，哈杜鲁东啊，这古拉娃娃，哈杜鲁东啊，这，所以还是一样啊。它的那个强调还是会在前面啊。我讲的是第三句啊，那么韩国人哈哈杜鲁东啊，这，就是讲说他，就是在讲说他真的很像。很像猴子，这个已经讲，好像根本就是猴子那种感觉哈。啊，多罗东山这样。好，那我们请那个好了啦，法律来提供一个句子。秀兰老师已经有开麦克风了，有吗？秀兰？有。你睡着？我以为你睡着了。没有啦，怎么可能？Hatu rarapaat sa kurawawa. Hatu rarapaat sa kurawawa. Hatu rarapaat sa kurawawa. 对了，都。秀兰姐，你讲的那个是什么意思？拉拉巴牛，牛啦，我们是拉拉巴，好像牛一样。拉拉巴还是巴？哎，拉拉巴。牛 F 吗？弹舌音啊，弹舌音啊，啦啦啦啦啦啦巴。哦，哎，那个 P 是不是 P 哦？拉拉巴。哎，拉拉巴。哎，是哦。红爱写的那个拉拉巴没错。牛哦。哎，我们是拉拉巴，没有错。巴鲁你有听过吗？古龙。你们是古龙，我们是拉拉巴啦。我们是南斯阿美的。又学到了一个。哎呀，很棒。还有没有别的？还有没有别的？一般的牛吗？那个就是一般牛啊。哦。那种黑牛啊，那种黑牛就是耕田的牛啊。达鲁木杠。犁田的牛。达鲁木杠。达鲁木杠。哎，达鲁木杠那种的。那你们有听过古龙吗？也有吗？古龙那里你们有这样听过吗？古龙我有听啊，我有听。那不是海岸的吗？古龙。哎呀，我们是拉拉巴。我觉得是不是水牛啊？对啦，水牛啦。水牛啦。古龙不是也是水牛？古龙是统称所有的牛都叫做。所以说它有一个曼萨加达龙木杠还是达龙木杠，就变成这样。达龙木杠。
德拉木干不是这样德拉木干是那个，德拉木那干个不是了。秀兰姐，我问你哈，你们哎，那边有没有那个爪哇牛？爪哇，爪哇牛一种品种啊，在你们那边呢？没有吗？我第一次听到你这样讲呢。我们都是水牛呢，水牛比较因为它多。是牛的一种啦。你有没有听那个之前那个？你有没有听那个mga ito matingilay ito ita kuray. 荣康老师说的那个爪哇牛？是哦，哇，对，花莲那边很多爪有哇牛。 Yami paruhay ito chini. 没听过你那个爪哇牛。有啊，我们那边有就是花莲那边有那个品种啊。我以为是那个，我以为是拉拉巴。是哪种跟那个拉拉巴一样的那种牛，跟水牛一样吗？那个爪哇牛不一样啊。黄牛。哎，怎么也有黄牛？就是拉拉巴。没有啦，我们那个我们的拉拉巴是那个犁田的那种牛了，一般牛。哎，是哦。哎，黑色的那种。很特别。黄牛是那个的哈。古龙都。不是，古龙是水牛呢。慢。哎，古龙是水牛，然后那个拉拉巴是黄牛啊。真的吗？可是我们的统称都叫拉拉巴哦，没有讲古龙呢。你看那个蔡宗，那个谁，红爱有写啊，蔡宗涵那边有写，拉拉巴是大黄牛。这个黄牛好像是那个我说的那个爪哇牛。赌富是那个小牛啦，赌富是幼牛，对了，没有错，刚生出来那种牛，还会米猪肝那种的啦。哎，那个赌富就是米猪肝那个嘛，那个脚还很痒啊。那个还没有训练好的了。对啊，随便乱撞的那种的了。哎。你看今天就学到这个。赌富了。蛮那个。好，谢谢秀兰姐提供的资讯啊。那我们就往下哈。好，现在这个马迪亚，这个有点像刚刚那个马都马迪亚乌。不过它的用法会，你看哦，马都乌鲁东有没有人这样说？我先确认一下哈。你看这个，我先到这边马迪亚乌鲁东。像我在使用那个马迪亚的时候，后面会加这个马迪亚乌鲁东。这个要不要讲？马都乌鲁东过啦，我马都乌鲁东，马都鲁东，哈都鲁东。巴洛斯，你们有没有加？马查泰鲁尼，马迪亚乌鲁东，这个会加是我确认的。会加，马迪亚一定会加。这个好像也是可以加，对不对？还是不用？还是不用？也可以加，也是可以加嘛。哈多乌鲁东，对啊。哎，马多鲁东，这个好像也蛮对的。可是如果马迪亚鲁东就好像怪怪的哈。慢。我个乌上来的那里就怪怪的。没有乌的话怪怪的。马迪亚鲁东，对啊。一定要加乌。这个为什么我也不晓得，习惯吗？好，那我们就给机会给那个 Alex 好了，接 Alex 啦。Satu saat, kinkilan di tamu kinkilan. Ada hai ko hea namo ko pilin siya namo tu soal. Sa Alex, mark do kiso. Mà tía u ở cung ở ra của là cảm sao mà tía u ở cung mà tía u ở cung ở ra của là cảm sao mà tía u ở cung ở ra của là cảm sao。像那个第一句你要不要学那个刚刚那个努古提供的？mà tía u ở cung ở ra của là cảm sao。你知道在哪里？你知道在哪里那个吗？拉高吗？不知道哎，在那个名词那边。
哦，马蒂亚乌鲁东阿扎有没有在名词那边？马蒂亚乌尔公阿扎过来当烧。对对对对对哦，对，像刚刚如果是有名词，像这个也是一样，阿多鲁东，阿那多这边呢，达多萨就变成对，没有名词的话，就直接把这边拉高；如果有名词的，是把名词那边拉高，这样子。哦，对对对，马哈那阿扎。第一句而已哈，是第一句而已哦，会这样做。对好，那所以第二句就有差别，第三句就是这个了。如果好，你看哦，像这个啊，阿扎的，像这个，你看哦，我先回到这边数字的哈。刚刚那个如果用重叠词啊，达杜萨杜萨阿扎就会，这个是讲第三句哈，就是强调那个达杜萨哦，那如果像这种的呢，重叠词汇在哪里？其实还是名词，阿多罗多罗东阿扎，哦，多鲁东阿扎。对对对，这个也是一样，我们雕乌罗多罗东阿扎，就是也是一样，就是在名词那边做重叠。那其实跟那个第三句是一样的，我们雕乌罗东阿扎，我们雕乌罗东阿扎，呼啦娃娃，看到吗？马蒂亚乌鲁东阿扎过来娃娃。对，就是强调前面这个，像猴子这件事哈。好。那是这样的话哦，像这边他那个处境，确实是有贬义的意思哦。如果这样去讲人，当然就会蛮伤人的啦。所以他还是就是说还是有贬义的意思哦。但是第一句没有呢。Alice 的是用猫头鹰，也都一样。我要讲的是说那个到底有没有去嘲笑别人？其实有呢。可是第一句、第二句好像没有。你看，马吊乌鲁东啊，这过来我，马吊乌鲁东啊，这过来我，是没有嘲笑的意思啊。这可能就是说他的行为或者是他的那个外观像猴子这样。所以这个如果你要笑别人哦，如果你要嘲笑别人，可能要用第三句。马吊乌鲁东啊，这过来娃娃过来当烧的马吊乌鲁东啊，这过来，它是有那种那个在贬义啊，贬义别人的那种。哦，所以如果你要笑别人，是用第三个处境那种语气啊。第一句的话是没有，是客观描述哦，所以这边都有写到。好，那我们再往下哈，还蛮多的。好，这个都是句型哦，事实上它所表示的意思，那个语气都是一样的。我们再请那个好了，请栏目来提供句子给我们。好了的。本来就是阿拉的，可能，也许，对，可能或也许，大概这样。哦，呀，阿拉特有kilang atsak ku tiranira。你说吉浪哦，阿拉特有吉浪啊的哦，ku tiranira哦，哎，那你要怎么翻？他的身体像木头，可能像木头，是这样吗？哎，怎么会这样？一棵树啦，像一棵大树。对啊，像一棵大树。大树啊，客观描述好不好？客观。像一棵大树啊。可以了。哦，我突然想到一个广告啊，说爸爸像一棵大树，是不是？哎，喝牛奶嘛，长越大，要喝牛奶才有像一棵大树。哦 ，OK， 也是可以啊。对，好，我们再请那个栏目继续。哎，Matiau kilang atsaku tiranira，啊，不是，阿拉特ku呀，阿拉特ku kilang atsaku tiranira。哎，然后第三句，阿拉特ku kilang，阿拉特ku kilang atsaku tiranira。
好像如果是我的习惯哈，我不知道我们家在问我在问那个其他的老师哈，像第一句啊，其实我3句都一样。那个阿拉德我会说阿拉德，我的腔调是这样，阿拉德乌鲁东啊扎古古拉娃娃，第3句会这样说哈，阿拉德乌鲁东啊扎，第一句呢，阿拉德乌鲁东啊扎古拉娃娃。阿拉德乌鲁东啊扎古拉娃，阿拉德乌鲁东啊，阿拉德乌鲁东啊扎，所以我3句的那个阿拉德都是讲阿拉德。阿拉德，阿拉德，对，我的腔调是这样子。那我不知道啊，巴洛斯给说啥？你能问你啥？啊，7分钟问你啥？阿拉德，阿拉德，好，你跟我的不一样哈。阿拉德乌鲁东啊扎古拉娃娃，阿拉德就平平的也可以了，就那个平音就可以了哈。阿拉德。好，我们再往下哈。因为可能还有别的这个，还有你看还有别的句型。好，现在是那个我们前面那么多句型了哈，很多很多，这个都可以拿来用哈。然后现在是那个好形容词了哈。阿维个前缀哟，没有咪吗？我们这个都没有，就是阿维个前缀哈。好，那我来念这一句好了，这个阿维个咪咪啊在啊乌拉斯，阿维个咪啊在啊乌拉斯啊，如果讲咪咪啊在也可以的哈。Miming aja kula ulas, miming aja kula ulas, miming aja。等一下，我刚我miming aja ulas, miming aja ulas，要加了哈。我这一句我miming aja，我miming，这个觉得怪怪的。这个句型，我再想一下哈，我来修改一下。老师，如果用咪咪咪咪的话嘞？这个就是第3句啊。阿古咪咪咪咪啊这。阿古咪咪啊这。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啊这古拉咪咪咪咪啊这啊乌拉。如果你这样讲，就是第3句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强调那个咪咪这样。我咪咪啊这啊乌拉。刚才那个是重叠字哎，老师，咪咪咪咪。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你用重叠字哈，它的表现的那个意义就是第3种的第3个例句，就是我古咪咪啊这啊乌拉这样子。我看一下这个，我古咪咪啊这啊乌拉。好，我们请那个巴鲁斯阿诺给说，你会怎么修正这个句子？马上是被修改过来了呀，阿诺怪怪过你啥给说？那个阿瓦跟姑都不用了，就明明就好了。那后面是不是要加明明啊扎古拉乌拉，明明啊扎啊乌拉，好像又怪怪的哈。明明啊扎古拉乌拉，古拉。那个雨只是小小的，小毛毛雨。明明啊，这啊乌拉斯，明明啊，这啊，明明啊，这古拉啊乌拉斯。好，需要加一个。如果说阿瓦的不要的话哈，我们暂时先不要阿瓦古哈，这个前面先不要。所以算了，怪怪的。所以我们就讲说明明啊，这古拉乌拉斯就好了哈。明明啊，这古拉乌拉斯。明明啊，这古拉乌拉斯。对，所以如果第一句就明明啊，这明明啊，这古拉乌拉斯，
这是小小的而已哦，只是小小的。明明啊，扎古拉乌拉，更客观的描述。他只是一直在描述那个而已哈。哎，那第三个呢？细语明明啊，明明啊，扎古拉乌拉，明明啊，这个有点像那个啦，像我刚刚提供的那个，我们都给我刚想说，我刚不是讲说我前面讲太久了，所以我就说 Matan statu kura pi saci nama kue honi 有没有 Matan statu 这个就好像明明啊这 kura uras 好，这个就是强调太小了啦。那像那个我刚刚讲的哈，这个感觉就有点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说 Matan statu 我讲的太久了哈，有没有责备呢？好像有，就是要看我个人的感受哈。所以如果比如说那个亚罗巴尔萨吉巴洛，我生气了我matan statu 就变成责备了。matan statu 啦，再教一次这样哈。对。对对，这个一样嘛哈，明明啊这啊乌拉，明明啊这过来乌拉。可是我们可以责备自然现象吗？应该是抱怨哈，不是责备，应该就是抱怨的。抱怨，就是不是责备。那个田里面都干掉了，这个罗马哈古把那一张明明啊这啊过来乌拉太小了啦，再大一点这样子哦。好的，因为时间越来越少。还有好，因为都一样，所以我想后面再给那个 Alex 跟那个栏目好机会，还有3分钟哈。好，一样哦，也是形容词，不过是妈的哈。马杜嘎，好，我先念一下哈，一定念过马杜嘎杜嘎哎呀咋啊个巴。好，第2句，一定念过马杜嘎杜嘎哎呀咋啊个巴。都是用重叠词哦，一定那个马杜嘎杜嘎哎啊扎啊嘎巴，好，马杜嘎其实我们讲哈，如果是讲那个重叠的话，还记得吗？马杜嘎杜嘎哎是什么意思吗？我想请教一下那个 Alex， 还记得吗？我们之前讲的重叠词马杜嘎杜嘎哎，你还记得吗？表示什么？表示持续嘛？持续发生嘛？它这个是什么？是持续发生，还是说那个很多年轻人们啊？对哈，是很多人哦。对，想起来，这个还记得哈？好，那你要不要随便弄一个？不一定是这个啦，不一定是重叠词啦，用那个对，直接妈后面加形容词就可以了。一定那个马白啊扎娃娃，一定那个马白啊扎娃娃，一定那个马白啊扎啊娃娃，这样。你可以用那个，如果只是用那个呢，那个形容词句型，你看啊，我可以用那个我们说很愚笨哈，很缓慢，马弗拉有没有？马弗拉，对，伊迪尼古马弗拉哎呀扎娃娃，可以不用那个伊迪尼啊，我们直接讲出马弗拉有没有？马弗拉哎呀扎娃娃，马弗拉哎呀扎娃娃，不用哎啊扎啊娃娃，直接马弗拉就可以了，马弗拉啊扎过来娃娃。马弗拉阿扎古拉沃，或者是直接就是讲那个马弗拉阿扎古拉娃娃，马弗拉阿扎，马弗拉阿扎啊娃娃，其实阿扎娃娃，马弗拉阿扎啊娃娃，没有关系哦，那个其实可以不用重叠词啊，这个只是说这个只是我的那个例句而已啊。
好，那我们其实刚刚好，我们的重点就这3句而已，就是那个就说这个什么，利用3个腔调啊，去，然后它的这个中文的翻译怎么翻？那1、2句啊，1、2句是一样的，只是第2句是强调，那第3句呢是强调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哈扎跟阿扎前面的哦，就这样子。那刚刚鲁库有提供一个，就是直接在那个第1句的哦，例句1直接在阿扎前面把名词去拉高音调，然后3句就可以完全不同哦。那表示的那个的意思还是一样哦，就是说前2句是差不多一样的，大概是这样子哦。那这个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到了哦，超过1分钟了。Dahil ko pi nananamitahaw, pi palimsyo na mago. Ay alay hanap kita, amin. 嗨，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好的，谢谢。Asa, mafutin tuloy. Ay. 然后谢谢你哈，我们下次哎。再见。